英國嘅小學啦，大部分都係全日制，裏邊咧都會有一餐午餐嘅。如果你負擔得起，大概你就要俾$3去食呢個午餐。當然啦，你亦都可以選擇自己帶午餐去。其實英國啦有唔同種類嘅人，佢有一啲可能真係俾唔到$3一日嘅午餐，咁所以為咗令到呢啲小朋友唔會因為經濟問題捱餓啦，倫敦市政府咧係而家資助所有嘅倫敦小學都有呢個免費午餐。英國嘅工黨政府咧亦都好欣賞呢個政策，都希望咧可以全國實行呢一個免費午餐政策，甚至乎啦，而家佢哋亦都係考慮緊啦，係將所有嘅小學啦，亦都加一個 free breakfast club。breakfast club 學校會提早開放，等家長可以擺低個學生，自己先去返工，學生咧亦都可以喺學校去食呢一個早餐。